又嚟到學界年度盛事 D1 田徑賽，一如以往，又係支持我哋一眾嘅三項鐵人 BB D1 嘅賽事，我哋會睇女 CBA、男 CBA 嘅纖維 ，Heidi 會跑先嘅，睇下 Heidi 可唔可以打破個 PB 4分57。爭機嗰個咧，喇沙大佬今年咧就淨係跑5000米啫 ，A grade 啦已經，要好好珍惜啊！見到我兒時教練 Miss 今年做咗女拔嘅校隊教練，幫我過去黐一黐先。加油啊喂！千米，嗱依家咧 ，Heidi 就去召集噶啦，咁我就會留守喺呢個300米起點度支持你。你唔好同我喺度亂咁嗌啊！下輪呢個上唔上得去？呢個上得去嘛？好，同阿倫撞衫。你做咩？我唔想同你撞衫啊！撞開！我哋龐大嘅鐵人團隊一齊支持我哋鐵人 BB。係啊！佢撞我，佢抄。加油，津津！Last dance，last dance。收錶，加油！咁我哋有 Heidi 加 Bertha，Heidi 可唔可以翻埋呢個頭3名，同跑到個好嘅時間？我一如以往都係好緊張，你哋跑嘅時候我都係好緊張。哎，嚟，高谷！喂，唔使急啊，開快咗㗎，12、233、34。啱啱450啊！你估？有啊，佢話自己440咯，佢琴日話。搞鬼到，好緊張啊！喂，有機會啊，手踭，俾進佢啊 ，Heidi 唔好收啊！PB 啊！哇 ！Yes！ 1分12啊，你開。你係咪跑800 pace 喎？都係55啊！係啊，519，俾個獎嚟先啦。你係回完嘅，一下加上啊！最後下走啊！唔好等啊！鐵人嘅小隊非常之成功㗎嘛。Day1good，唔係我仲有男仔。做男仔喎！打氣。全部藍色衫㗎嘛呢度。6年啦。冇得玩紀錄啊 ，Rico！ 哇！嚟啊！伊人頂埋佢啊！唉，又同你撞衫。講真，你開唔 OK？講真，咩關係？唔想同我有關係啊！咩關係？我係第一個要跑嘅人，我跑3000，耶！介紹下 Muji，我哋鐵人嘅 BB 都係1000米第2，5分02喎。你講下你感想先啦。超強啊 PB 嚟嘅喎。我唔中意你呢個嘢咯，好核突啊影到。今日咧主要係睇呢個女子3000同男子5000，仲有女仔800初賽，睇下 Heidi 可唔可以破佢上年嘅紀錄10分37。以我嘅觀察咧係冇問題嘅。你唔好講到咁有睇下今日做得好先啦。早晨 Miss，一陣揾你，跟住去到男仔5000米咧，我哋依然要支持呢個長天大佬同埋喇沙大佬，睇下 Louis 今日可唔可以跑到17分半，佢嘅目標係跑17分半。前兩日 PB 949，佢好囂張。係啊，勁囂張！佢話我有1949啊，你跟住我啦。 7圈半啫嘛，好快啫嘛，7分啫嘛。睇邊個？睇邊個先？你要學下點樣？係咪112？Angel 介紹下自己，鐵人嘅大 BB 啊，好犀利啊！代表 Con U 跑大專二嘅第8。放鬆！阿哥有咩 comment 啊？盡力做咯，放鬆走晒佢。我同事都嚟埋啦。Thank you。點啊？你邊啊？點算啊？我未見到好嘅。Heidi！
今日個碌好潮啊！五索咩？咩事？男子5000米開緊，洛斯哥哥，洛斯。最近嗰班有咩 comment？暫時3分冇啊有冇3分20啊？爭第2嘅就呢個3分，冇3嗰邊啊！好似308、309。嗌 Louis 啊 Louis 喺邊啊？鄭子亮，鄭子亮喺邊啊？阿 Louis 姐喺嗰度。過埋。有機會頭白喎，OK 喎，算係咁啦。一眾嘅鐵人 BB 咧都變得非常之好，但係佢哋嚟緊咧仲會有一場沙地阿拉伯嘅亞洲錦標賽，過埋呢場比賽咧就真係可以大家開心過聖誕節。1年1度嘅 D1 又完結咗啦，睇下下年大家有冇繼續成長。